美国在12月10日星期五宣布对中国等实施系列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中国的一家涉嫌监视维吾尔族的人脸识别公司。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代表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及前任主席薛克赖提扎克尔因涉嫌侵犯人权，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制裁。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表示，65%的冠状病毒病例来自欧洲地区，欧洲正处于非常严格、非常困难的流行病中，其中绝大多数是德尔塔变异型。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表书面声明，评估了俄罗斯、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声明提醒，俄罗斯总统费拉基米尔·普京和美国总统乔拜登于12月7日通过视频会议会面，强调了与美国进行安全对话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暂停了对海外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联邦援助。据报道，拜登政府周五已下令立即停止联邦政府对海外燃煤电厂和其他探秘急行项目的支持。这项范围广泛的指令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加速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使用粗鲁语言，已对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痛骂。特朗普在接受记者巴拉克·拉维德采访时表示，第一个向拜登表示祝贺的人是内塔尼亚胡，我为他做的事比任何和我打过交道的人都多。比比可以保持沉默，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芬兰政府10日宣布，已决定从美国购买64架 F-35A 闪电2战斗机，预计此次飞机采购及相关设施升级将耗资约100亿欧元。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正在完成一份对东突厥散地区局势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或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科尔维尔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声明，他表示，令人深感不安的调查结果仍在分析中。